禁止说维吾尔语。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改变东突厥斯坦的教育体制，以双语教育为名义下开展以汉语为基础的培训计划，禁止维吾尔语。根据最新消息，中小学维吾尔族学生必须讲中文，并且用维吾尔语说话并被发现的人将被送到集中营。此外，反映维吾尔族文化和文明的文学艺术活动也在学校被禁止。突厥裔伊朗球员将进球赠送给东突厥斯坦人。在2019年亚洲杯1/4决赛中，伊朗以3-0击败中国并进入半决赛。伊朗国家队的第二个进球者突厥裔球员塞尔达阿兹蒙在比赛结束后的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进球是给东突厥斯坦人民的礼物。”伊朗国家队的突厥裔足球运动员塞尔达阿兹蒙在比赛的第31分钟记录了他的球队的第二个进球。他在比赛后发表声明表示：“我将这个进球赠送了向被压迫的东突厥斯坦人。”伊斯坦布尔举行东突厥斯坦游行，在听布尔诺兄弟会平台组织了一个游行和新闻发布会，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行。在听布尔诺兄弟会平台的组织下，聚集在7月15日广场的人随在第58号街步行到仓库站，并在这里举行新闻发布会。示威者高举东突厥斯坦蓝月旗，并高喊反中国的口号。乌兹别克斯坦开设第一所军事学院。乌兹别克斯坦第一所军事研究所的开放由米尔齐亚耶夫总统践行。乌兹别克斯坦第一所军事学院在他省干开学。据当地媒体报道，新的教育机构将在6个领域进行战术层面的培训。该研究所是在他省干大学信息技术系的基础上建立的。该系以花剌子密命名，培训期为2年。委内瑞拉拒斥欧盟通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安理会发表演说时扬言，各国与民主势力要站在一起支持瓜伊多。欧盟对委内瑞拉下达最后通牒，限令该国在8天内举行新选举，否则他们将会承认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为临时总统。委内瑞拉外长阿雷亚萨随后拒绝了这项通牒，并表示，没人能给我们最后期限或告诉我们是否该举行选举。欧盟拟将沙特列入反洗钱金融黑名单。欧盟目前将沙特阿拉伯列入对欧盟构成威胁的国家临时名单之中。下周如若通过，沙特将面临来自欧盟严格的金融交易限制。欧盟的名单目前有16个国家，这主要基于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指定的标准。该组织也是目前世界上负责指定金融犯罪法律标准的政府间组织。